NTSO 台灣青年高響樂團現甲4點在演奏聲中，要請民眾在2月14號來到台南文化中心欣賞這場號名化音的音樂會。難得是這是跨時代藝術對話，用高響樂團結合多媒體影像的形式，有豐富音樂、有美術的畫作，要傳達你家裡台灣100年的藝術風景。希望讓更多的民眾透過音樂跟影像認識台灣藝術的多樣化以及它的深度。交響樂不是只有在音樂廳，美術也不應該只有在展覽館，他們都能夠以更豐富的形式來貼近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透過這樣的音樂會，我們不但本來可以看到作品，還可以聽到作品。那也希望我們不只是要帶民眾回到那個時代，而是要邀請我們民眾一起進入到那個共感共識的台灣美術的世界。我們希望以這個時代的這個分割，讓各位了解我們在不同時代之間，這些藝術家他怎麼去從中表現或抓住這個文化的議題。這場由台灣青年高響樂團、甲國立台灣美術館以及國立台南國家美術館籌備處所共同主辦的高響音樂會，宣傳記者會中也邀請知名歌手謝宇威先來展聲。非常有參與感，因為我自己也算是跨美術跟這個音樂。然後我剛才看到梁秀忠老師那個該耕田的那張畫，我剛生出來的時候，那個梁秀忠老師就到那個醫院去把我抱起來，這樣，所以真的就是非常的親切。2、1，請啟動化音交響音樂會跨時代的藝術對話，12月14號即將在台南文化中心影音廳盛大展演。為了重建台灣藝術歷史，主辦單位再次邀請民眾免費退票，用音樂加美術做伙走入台灣100年的故事。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